好，来继续来看，民进党的立委郭玉成，伫社群媒体抛相片，指其一个过路的男子，讲伊直播行为鬼鬼祟祟，伊真担心会翕到附近学校的学生。伊佫讲伊已经通报到警政署。当事人是来驳回讲，伊当时只是咧丢毒，是毋是要来买饮料？而且伊嘛有真明确甲郭玉成讲，伊是咧自翕。郭玉成昨暝抛文甲当事人道歉，讲伊打来会更加谨慎。看到黑影就开枪这种，看到你拿手机，那你是不是就在偷拍？是什么间谍啊，还是什么？上起代志的经过也是真无奈。吴先生昨日家己一个人摕手机啊翕家己伫咧直播，结果刷出现这段。你在拍什么？没有，我在拍我自己啊，拍我自己啊。要拍到小朋友的尽量不要拍到小朋友。我拍我的脸。当咧场途刚买饮料，一个查甫人雄雄甲问讲，敢是咧翕附近的囡仔？那这个问话的人就是民进党的立委郭玉成。就算吴先生驳回是咧翕家己，不过郭玉成事后通报警政署，嘛甲对话拢抛上网，注明查甫人无中国的腔口，不过行为有小可可疑。假设说，如果他真的以为我在偷拍，通报加强这边巡逻，那我觉得合理，解开这个误会，然后还要这样做。就是这方面我也不太懂他的出发点是什么。当下是有附近的居民，他带着这个小朋友是在里面玩，我觉得就是善意的提醒。但是现在是被很多的网友就有点无限上纲了啦。郭玉成解释讲是好意提醒，不过吴先生的朋友嘛留话回应讲，吴先生4年前伫咧陆军特战队服役，跳伞时互所出着面，批评郭玉成的行为是迫害。互网络讨论，郭玉成嘛破文回释咧，表示家己会搁较认真，感谢各界批评。不过原定今仔日早起会接受媒体访问，不过采通发布无偌久，搁雄雄取消。问助理拢敢若讲伫咧社群做回应。我接受他道歉，我觉得他那篇文章写的蛮有诚意的。我昨天粉丝大概翻了1倍多，我现在只会更想开直播。毋过即个风波影响到未来直播，不过吴先生嘛希望社会莫制造搁较侪对立甲冲突，会当互相尊重。我在拍我自己啊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